咁今日繼續係邀請咗環球資產管理專家四哥上嚟同大家分享下嘅。Hello，大家好。Hello，阿 Ron 你好。你好啊，四哥。都簡單講下今日四哥會分享啲咩內容啦。咁四哥自己就環球唔同市場都有留意嘅。咁最近就有單比較大嘅嘢會發生啦，就係日元拆倉嘅。咁啊，有啲觀眾可能會擔心日元拆倉呢件事會唔會引發再一次嘅股災呢？咁其次就係去到年尾最後一個月啦，咁港股有乜嘢策略部署呢？如果港股真係收水嘅話，有乜嘢其他嘅機會可以做呢？咁同埋就係知道有好多觀眾呢可能會想知道一啲收息股同埋收息資產嘅分析嘅。咁四哥都好擅長收息股方面嘅一啲策略啦。咁所以陣間會同大家分享兩隻5厘到6厘嘅一啲收息港股嘅。咁如果大家中意收息資產同埋中意港股、美股嘅一個部署嘅話呢，就記得要俾個 like。大家如果想聽更多唔同嘅資產類別、唔同嘅市場、唔同嘅投資風格，咁就記得加入呢個免費嘅錢揾錢嘅群組啦。因為當四哥或者其他嘉賓或者我自己有最新嘅分析影片嘅時候呢，就會優先喺呢個群組上面通知大家嘅。咁啊，記得掃呢個 QR code，或者你喺留言區嗰度有個連結都可以加入呢個免費嘅群組嘅。我哋講第一 part 先啦，分享多少少咧日元呢一部分嘅。咁而日本嗰邊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留意嘅，因為日本咧就會喺12月19號啊，即係聖誕前嗰幾日咧，其實就會到日本嘅議息會議。咁啊，佢就市場預測佢啦，係嚟緊會加0.25厘息，亦都係咧喺1995年，即係30年嚟咧係一個最高息嘅。咁啊，調翻轉，如果假設美元減息，而日元加息，咁將個息差咧就開始收窄啦。咁1加1減咧，其實呢度相差已經0.5% 噶啦。如果大家可能比較清晰個數字啦，咁點解日元拆倉會有機會影響成個即係叫做美股啊，或者可能日元啊，甚至乎港股咧？因為過往呢幾年時間咧，好大部分嗰啲基金經理啊或者大戶咧就係日元，冇錯，就係因為日元好平啊，日元都 keep 住今年啦，都 keep 住0.5厘息，都冇加過息。但係今年年尾有機會，依家就話會加翻多少少，開始即係進入一個慢慢加息嘅週期，啲人就走佬啦。係啦，咁啊，如果你話拆倉，即係變相即係嚟緊加快嘅預測，哇，可能個講話會嚟緊2026年會加快個加息週期嘅話咧，咁變相美元同日元個息差再進一步收窄嘅話咧，咁啲人就會喺日元嗰度要還息還本，嗰樣嘢就會褪翻啲錢出嚟去找數，咁就會引發呢個叫做即係拆倉潮。呢一樣嘢其實唔係今日會發生嘅，上年大家有印象咧，其實都已經發生過一個拆倉潮嘅，但突然之間可能日股嗰度咧回落成幾千點，咁啊引發美股啦、港股嗰時有個短期嘅 dip V， 好彩嗰陣時就好快解決咗，或者其實個拆倉潮唔係好大，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呢樣嘢嘅。貨你嘅話喺拆倉潮有機會發生嘅時候，你會覺得日股係一個點樣嘅睇法呢？我自己覺得如果假設個拆倉潮會出現嘅話咧，假設我自己有貨嘅話咧，我會先走可能一大部分，等佢真係個講話firm 咗啦，我寧願先加翻貨，或者可能先部署翻，因為我覺得始終年尾咧係講緊個講話咧係好大機會係下年嘅一個大嘅部署嘅啟示嚟嘅，咁啊所以我寧願就會做一個比較保守少少嘅部署會好啲咯。所以目前都係一個觀望保守嘅狀態。係啦，冇錯。咁啊，當然有好多詳細嘅分享，可能一次直播未必講得晒啦。咁要分第二次、第三次直播再慢慢同大家分享。咁如果大家唔想錯過四哥或者其他資產、其他市場嘅一啲最新分析咧，記得要入翻呢個群組，一個免費嘅錢揾錢嘅群組。咁記得掃翻 QR code 或者留言區有個連結去加入。咁有四哥之後嘅直播都會優先喺度通知大家，咁確保你唔會錯過之後嘅分析。咁同埋就係大家都記得 follow 翻我哋最新嘅YouTube 投資平台，就係叫做錢揾錢嘅。咁入邊會有四哥嘅其他分析喺嗰度獨家去分享嘅，大家記得 follow 翻。港股嗰邊，四哥又覺得會唔會有唔同嘅睇法呢？我會睇呢，其實港股而家好明顯一個年尾啊，
年尾一個嘅效應啦，或者個感覺，好多時即係過往都係嘅，但係估唔到今次咧，我覺得係比較偏早，即係11月尾到咧已經開始好淡靜嘅成交，甚至乎回落完反彈都唔係好高。啱啱我哋會見到美股咧，可能係呢一轉反彈完係大 V 彈，係大 V 彈，即係 V 彈翻，可能都8-9成。接近佢較早前嘅高位，但係港股咧反而係彈少少即刻回落，咁所以我覺得相對嚟講，港股係比較偏跑輸咯。係啊，呢一輪好明顯啊，所以我自己會個部署就唔係話淨係睇住港股，而係睇住其他美股啊，或者好似啱啱阿 Ron 話齋，其實我都有睇其他市場，所以嚟講我會部署其他幾個市場會比較健康啲咁樣咯。當一個市場佢嘅走勢唔係特別好咧，咁通常有唔同嘅處理方法。以我自己為例咧，我就會揾市場當中一啲特別領先嘅板塊，因為就算港股差，咁你總有1-2個板塊領先嘅。咁四哥方法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四哥就唔係淨係睇港股啦，咁佢會睇美股啊、日股啊、印度股啊、收息股啊等等。係啊，冇錯，即係同一時間，例如我舉例當我自己on list mon 住可能5個市場咁樣啦。咁例如可能港股今次跌完喎，我都會做部署嘅，但我會分散做部署咯。咁下一步收息股方面。四哥係咪都有啲分享呢？因為知道好多觀眾對收息股，特別係一啲高厘數嘅收息股咧，係好有興趣嘅。不如分享下你今日準備咗有2隻嘅收息股，同大家分析下。係啦，收息嘅 ETF 啦，咁其中一隻咧就係恒生嘅一個高股息嘅一個 ETF 啦。咁大家要知道咧，ETF 同埋基金有啲咩唔同咧？ETF 咧其實就係佢有即係佢個價格咧係不停會喐緊嘅，但係基金咧。其實佢一日咧只有一個價格嘅啫。例如我舉例，可能我由朝頭早到晏晝4點鐘收市前咧，其實一日得一個基金價格。咁而 ETF 就唔係嘅，一日就不停喐緊，就似係股票咁樣有上落啦。咁但係多數佢個波幅週期咧，其實都唔會話太高嘅啫。咁啊，今日咧我會首先會講其中一隻啦，3110啦，就係恒生嘅高股息。咁啊，大家會見到咧，其實畫面呢一隻咧嘅股息咧有去到依家為止咧有6.15厘息啦，6厘多少少啦。咁但係呢一隻 ETF，你睇翻佢嘅趨勢，佢似乎唔係賺息咁簡單。係啦，冇錯啦。大家最緊要咧，其實我哋會可以留意到咧，咁喺4月嘅時候咧，即係大跌市嘅時候，佢個價格大概可能20零蚊、20頭嘅啫。咁去到依家咧，你見到其實佢今日為止有30蚊04毫子，我當30頭啦。其實佢升幅咧已經有成50%，即係我當唔好話最低位可能撈到，我當可能22、23蚊度。其實呢度嘅波幅咧都其實已經講緊有即係40幾個%嘅升幅。其實所以咧一隻嘅收息股咧，相對嚟講可能個波幅會比較大啲嘅，咁啊同埋佢貼嗰個市場啲嘅，咁例如我哋可以去睇翻佢嗰個10大嘅持倉成分係啲咩啦？咁呢一隻咧，大家會見到咧，就可能有啲中國宏橋啊，或者恒隆地產啊，中遠海控啊，希慎啊呢啲咧，大家會見到係比較傳統啲嘅一啲地產股為主會多啲嘅，係啦，所以咧佢相對冇咁敏感啦。係啦，佢相對冇咁敏感，即係市場冇咁敏感。係佢唔係話偏向科技類啊，進攻型就冇錯啲啦。但係佢雖然你話佢唔係主即係進攻型啦，但係佢咁啱呢一堆咧，其實佢都係地產股，即係比較唔係話傳統嗰啲例如恒大啊，唔係話傳統嗰啲萬科，唔係嗰一類嚟嘅。佢係比較穩陣嘅地產收息股或者實業股嚟嘅，大家要留意咧。始終現時可能3110咧，其實佢嗰個升幅由年中到依家升幅都係好多，即係接近50% 咁高啦。咁所以唔係話叫大家現時即係去做部署，大家要睇住可能嚟緊恒生指數嘅走勢啊，或者整體呢啲傳統實業股嘅走勢。如果假設我當依家你一個高位即係叫做部署呢啲叫收息嘅 ETF， 但係原來你賺息變咗蝕價，咁其實都冇意思嘅。同埋就係如果大家對收息資產都想認識多少少咧，咁大家記得入翻個群組，免費群組，因為咧四哥下次再分析收息資產嘅時候咧，就會優先喺呢個群組度通知大家嘅。咁一啲分析影片啊、直播啊等等，都會喺呢個群組見得到。咁所以如果大家見到咁多觀眾都對收息資產有興趣嘅話咧，
就記得掃呢個 QR code 加入我哋嘅免費群組啦。咁但係除咗呢一隻嘅 ETF，仲有冇另外一隻同大家分析下呢？咁我都會準備一隻嘅收息嘅基金俾大家去睇下啦，即係同 ETF 有啲唔同嘅。其實我就會做嘅一啲叫做派息嘅基金。咁派息基金咧，啱啱同大家都有講，派息基金同 ETF 咧其實係相似嘅，但係佢最唔同嘅咧就係派息基金佢一日咧，基金一日得一個價格嘅啫。即係例如舉例，我假設我今日我要做部署嘅，其實我無論可能我由朝頭早9點鐘至到晏晝4點鐘咧，其實佢得一個價格嘅啫，我唔需要成日 mon 住個市嘅。但係 ETF 咧就會受個市場個價格咧會喐動，會相對嚟講比較fluctuate 少少啦，就未必話好大波動嘅。嗱，咁可能我其中今日可能同大家去分享嘅其中一隻啦，比較特別啲，或者亦都可以做到賺價賺息嘅一隻嘅基金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啦。咁其實咧佢呢隻基金咧，我哋可以參考叫 Morningstar嘅一個指標啦，其實就係一啲市場上可能第三方嘅機構去評估或者認證一啲基金到底個質素好唔好。咁啊，基本上5星咧，其實係一個係好高嘅認證級別啦。咁而且咧，我哋可以睇到都係啱啱阿 Ron 同我一齊去睇到嘅頭10大。咁到底個頭10大係買緊啲咩咧？大家如果有時唔識嘅，可以睇呢度就得噶啦。投資嘅目標就寫住佢投資美國啊、加拿大企業嘅證券、股票同埋一啲長期嘅收益資產咁樣。大家見到基本上就係美股抽紅喺晒度啦。咁所以點解佢會做到今年年初，直至到可能去到9月、10月嘅時候咧，佢都有個賺價六點幾個 percent，但係佢個厘數咧，我唔知大家可以估下大概個厘數可以派到幾多？大家知唔知啊？我諗都係3-5%。3-5%有冇咧？因為佢揸嗰啲全部係大價七紅嗰啲公司。但係記住呢隻係派息嘅基金，大家可以望下下邊就知道啦。8%。係佢有8% 嘅年息派緊嘅，佢仲要係每個月都派緊嘅。呢隻派息 record 可以追溯到幾耐之前？呢隻都有成10幾年嘅派息嘅 record 㗎。OK。係啦，即係唔係話淨係可能2-3年嘅 record，佢有10幾年嘅派息嘅記錄嘅。咁即係派8% 嘅息率，再加上6% 嘅價格上嘅回報，yes， 冇錯，13-14厘嘅。係啦，如果我幫觀眾問一條問題啦，就係咁點解我唔直接買 VOO 或者點解我唔直接買 SPY 咧？即係標普嘅指數咧？點解我唔直接買指數而我要買一個總回報都係低少少嘅派息基金咧？你話 VOO 或者 SPY 啊嗰啲咧，其實係進攻型嘅一個資產啦。咁呢一隻咧就係啲中低風險嘅收息，即係有個製造一個被動收入啊。即係可能有啲朋友仔翻工好忙，未必會做到，即係下下都要 mon 住個市，又或者資產大嘅。係啦，冇錯。因為資產大嘅人，你唔一定係想承受一個過高嘅風險。係啦。當然資產大，如果你自己個操作嘅手法係好，即係個能力高嘅，咁當然風險都低啲。咁但係有啲人可能係冇時間去學呢個操作手法，咁但係又想有個大資產穩陣少少嘅一個操作，咁就係四哥啱啱所講，可能派息基金同傳統就咁買個股或者買進攻型 ETF 嘅一個分別咯。大家要知道基金又好或者 ETF 都好，派息基金其實佢都有寫到明嘅，佢唔係話 guarantee 嘅，佢可以有時會減少少派息，或者有時甚至會停派息，都有啲公司都試過。大家如果有投資內嘅朋友仔都知道，係啊。所以如果咁多位朋友仔，如果你哋想即係稍後時間去繼續留意我同阿 Ron 嘅個 channel 啦，或者啲內容咧，其實我哋有個群，我哋有個群組嘅。咁我哋定期咧就會可能有無論直播啦，可能資訊可以 share 翻俾大家，大家都可以到時互相去交流都冇問題嘅。如果唔想錯過之後嘅分享咧，記得入咗呢個免費群組先。咁有最新分享就會喺入邊通知大家咯。咁我諗今日時間差不多啦，下星期再揾四哥上嚟同大家直播分享啦，好冇？好啊，好啊，下星期再見啦，四哥再見。OK，觀眾再見，拜拜，拜拜 Ron，拜拜觀眾。